來，苗栗的竹南是發生着搶案，被害者是一個47歲營造業的女會計，伊趁頭家出國，甲頭家的保險箱甲撬開，摕1500萬的現金到公園面交，要來投資虛擬貨幣。結果兩個車手趁機會，甲被害人底錢的卡網搶咧走，被害人馬上來報警，警方佇個5點鐘內就抓到兩個車手，而且追到源頭，攻破到詐騙集團專門在洗錢的水房。前一警察提槍闖入厝內底，內面就是詐騙集團專門洗錢的水房，抓到7位嫌犯，其中這2個人是車手，更加涉嫌搶奪取。因為這個集團鎖定一位47歲的查某被害者，牽古羅南拐去來投資。車手竟是虛擬貨幣廠商，甲被害者約佇咧苗栗竹南這一座公園啊交會。被害者砸1500萬買虛擬貨幣，想袂到車手竟佇咧驗金票登記的時陣，將被害者底錢的牌影同齊搶走。當時車手搶走1500萬就浪降栓，經過這個大路口紅燈倒發，被害者坐去咧朋友的車，朋友駛車嘛落佇咧後壁嘛紅燈倒發，不過落袂着，趕緊報警。案發後5小時內，先拘提2名動手行搶的犯嫌到案，後續經溯源追查上游共犯，共計緝獲犯嫌7人到案，全案依加重搶奪罪嫌移送偵辦。警察5點鐘就抓到搶走被害者1500萬32歲姓江的嫌犯，和30歲負責接應姓吳的共犯。落尾發現這個詐騙集團的走窟，將詐騙集團7位嫌犯全部逮捕，法院嘛裁定羈押禁見。Hello， 我是蔣新梅，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